今日我想介紹嘅呢一本書，個書名呢好似中學嗰啲教科書，佢個名叫做 Lessons in Chemistry。其實佢係一本小說，關於一個60年代美國女科學家點樣一步一步成為全美國最紅嘅烹飪節目嘅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係 Moria。喺我分享呢一本我睇到凌晨2點都唔捨得瞓嘅小說之前呢，我想喺度多謝大家支持我上一條嘅影片。我真係好中意喺留言區度同大家討論，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多多支持，繼續留言。今日我會介紹2個女主角，第一個就係呢本書嘅作者 Bonnie Garmus， 佢係一個65歲先第一次出版書嘅女作家，而佢第一個作品就係呢一本 Lessons in Chemistry， 之後仲俾 Apple TV 改編為影集。第二位女主角就係呢一本書入邊寫嘅一位女科學家，佢個名叫做 Elizabeth Zott。嗱，雖然呢本書咧拎咗 The Book of the Decade， 但係咧其實佢嘅評價咧係好兩極嘅。就等我講完呢個故仔，我哋再討論下。事不宜遲，等我哋一齊上呢堂特別嘅化學堂。故事嘅開始咧係在於1961年美國一個平日嘅下午，全國幾百萬個家庭主婦放低咗手上嘅家務，打開電視，準時收睇同一個烹飪節目。呢個節目嘅名叫做 Supper at 6， 6點鐘的晚餐。但係呢個節目咧非常之奇怪，主持人咧佢係唔會笑㗎，佢亦都冇着一啲好靚嘅晚裙，唔會講笑話，唔會好 sweet 咁樣講，各位太太，我哋今日咧一齊嚟學整呢一道菜啊！佢嘅神情咧非常之嚴肅，就好似喺度做緊實驗，因為咧喺呢一個女主持人嘅眼中，呢一個的確係一個實驗。佢會一路倒醋就一邊話：嗱，我哋而家咧一齊加入丙酸。觀眾聽唔聽得明呢？佢唔在乎，因為佢相信家庭主婦會能夠收到佢背後嘅 message。一個化學家點解會企喺呢個廚房入邊嘅呢？要理解佢點樣入咗呢個攝影棚入邊，我哋要一齊回底到10年前。喺1950年年初，加州有一位叫做 Elizabeth Zott 嘅女仔，一個聰明到會令身邊嘅人都覺得唔舒服嘅女人。佢喺 UCLA 度讀化學，研究嘅呢係最根本嘅問題：生命嘅起源。地球上最早嘅生命到底係點樣喺呢一堆化學物質上面爆出嚟嘅呢？佢本來呢一路會讀到博士，但係佢嘅博士之路呢係咁樣結束嘅。佢嘅指導教授喺辦公室入邊性侵咗佢。而喺情急之下，佢喺身邊揾到一支鉛筆，然之後就用呢支鉛筆自毀，刺傷咗呢位教授。但係大家估下個結果會係點樣？佢俾人踢出咗博士班。佢嘅教授呢係安然無事，繼續當教授嘅。而校方呢，其實由頭到尾呢都係淨係去擔心會唔會影響佢哋學校嘅聲譽。所以呢 Elizabeth Zott 呢就俾人踢出咗呢個博士班，帶住碩士學位入咗一間研究所叫做 Hastings。佢係呢一間實驗所入邊唯一一位女性嘅化學家，只不過入到去呢，佢就冇俾人當係化學家，同事會叫佢幫手沖咖啡，上司會當佢係秘書，實驗室器材嘅申請呢，永遠都唔會輪到佢。佢嘅上司 Donati 心入邊其實好清楚呢個女仔呢比佢更加聰明，而正正呢個就係點解佢討厭 Elizabeth 嘅原因。我想喺呢度停一停，講一講背景。喺當時嗰個年代嘅美國呢，通常啲人結咗婚之後呢，就會辭職變成家庭主婦。一個女人呢，去銀行申請信用卡或者貸款之前呢，銀行呢係要合法咁樣要求呢，先生佢哋嘅丈夫先簽名。而去到1974年呢，美國先至通過一個法例叫做平等信貸機會法。而喺科學界呢，就講一個大家可能都會認識嘅名 Rosalind Franklin。佢喺1950年代嗰度拍咗一張好著名嘅第51號照片，係人類第一次睇清楚 DNA 雙螺旋結構嘅關鍵證據。好啦，我哋而家翻去本故仔度先。可想而知 Elizabeth Zott 喺呢個年代喺呢個實驗室入邊工作係有幾咁困難，但係因為佢熱愛化學、熱愛科學，所以呢，就算幾咁困難都好，佢都想留喺呢個實驗室入邊。而有一日，一件事遇上咗佢未來嘅摯愛。有一日咧 Elizabeth Zott 咧就想申請一啲新嘅實驗器材，咁當然啦，佢就唔能夠成功批核啦。於是乎咧，佢就直接走入咗去一個男人嘅實驗室入邊，去徵用佢嘅燒杯。嗱，呢個男人係邊個呢？佢就係 Kelvin Evans， 呢一個實驗室入邊嘅鎮店之寶。年紀輕輕咧就已經被提名攞過諾貝爾獎嘅天才化學家。不過咧，同時都係咧呢個實驗室入邊公認最難相處、最難一齊做嘢嘅人，因為咧佢好孤僻、記仇。佢嘅辦公室雖然咧大到成個倉庫咁大，不過咧就冇人想同佢一齊做實驗。
而 Elizabeth Zott 咧就知道佢咧會擁有住所有嘅器材，所以就衝咗入去咧就徵用佢嘅燒杯。喺呢個時候咧 Kelvin 就見到有一個女人衝咗入去佢嘅實驗室度，而佢第一個反應就係你係邊一個部門嘅秘書啊？ Elizabeth Zott 就冷冷咁樣去糾正佢，就話我係女科學家。然後佢就轉身拎住 Kelvin Evans 嘅燒杯走咗啦。當時咧女主角 Elizabeth 咧根本就唔中意呢位 Evans， 不過咧好快佢哋就有第二次嘅相遇，而呢一次咧唔係喺實驗室入邊，而係喺一個劇院入邊。有一次咧咁啱佢哋兩個都去咗劇院度睇戲，但係呢個時候咧 Kelvin 就唔舒服，轉身就唔小心嘔咗落去 Elizabeth Zott 嘅衫上面。但係邊估到呢兩次咁災難性嘅相遇，結果產生出嚟嘅係愛情嘅火花。Kelvin 好快就發現咗一件事，就係呢個女人同佢講嘢嘅方式咧，完全同其他人係唔同㗎。因為咧呢個女仔唔崇拜佢，唔驚佢，只係在乎佢講嘅嘢有冇道理。佢哋兩個人咧可以為咗一條化學嘅公式咧熱烈咁樣討論成個晚上。Kelvin 咧覺得呢一世人咧佢都未試過遇過一個咁樣嘅人，令到佢覺得我唔孤獨啦。Kelvin 唔係愛上 Elizabeth 嘅樣，係愛上咗佢個腦。而對 Elizabeth 嚟講呢 Kelvin 咧都係第一位真正咁樣當佢係一位科學家嘅男人。好啦，跟住就要介紹呢本書入邊兩樣重要嘅嘢。第一樣嘢就係 rowing 划艇。咁 Kelvin 除咗係一位科學家之外呢，佢另一個身份就係一個划艇嘅狂熱分子。每日咧天都未光，佢就會去划艇。咁當然啦，當佢哋兩個拍拖之後呢，佢就將 Elizabeth Zott 咧都拉埋落水，就教佢點樣划艇啦。而去到後期呢 Elizabeth 咧都愛上咗划艇，佢喺自己嘅屋企咧都安放咗一部划艇機去練習。好啦，第二樣嘢要介紹嘅就係呢本書入邊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角色，就係一隻狗狗，佢個名叫做 630。呢一隻狗咧其實係一隻流浪狗嚟嘅。有一日咧，佢就跟住 Elizabeth 翻屋企，再都唔想走。佢哋咧就收留咗佢，改咗佢個名叫做 630。原因係因為呢隻小狗每一個朝頭早6點半咧就會叫佢哋起身。呢一隻狗嘅來源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唔簡單嘅。佢本身係一隻軍方偵測炸彈嘅探犬嚟嘅，咁但係咧佢就逃走咗出嚟。而 Elizabeth 咧好快就發現咧佢其實好聰明，所以咧就開始有系統咁樣教佢認一啲嘅單字。去到後嚟咧，佢就話 630咧其實能夠聽明幾百個英文單字。所以書入邊咧有一部分就係用狗狗嘅角度去寫嘅。轉眼間拍咗拖一段日子之後 Kelvin 決定求婚。結果佢哋愛得咁轟烈嘅時候 Elizabeth 拒絕咗。佢唔係唔愛，而係佢清楚咁知道咧喺嗰個年代嘅規則就係一旦佢結咗婚之後，佢就會變成咗 Evans 太太。而因為冠咗名，佢清楚咁明白之後佢每一份嘅研究都會俾人歸功於佢嘅先生。所以咧 Elizabeth 就同 Kelvin 講就話，我好愛你，我可以同你共度一生，但係我必須用自己嘅名字活着。Kelvin 諗諗下，佢就明啦，亦都好尊重 Elizabeth。佢唔再求婚，而係兩個人一隻狗一齊生活。不過咁樣，當年1950年代未婚同居咧係一樣好奇怪嘅事嚟嘅，所以當時咧佢哋都係喺閒言閒語之下咧去生活。不過咧 they don't care。佢哋喺呢個咁凌亂嘅社會入邊呢，仍然係好 sweet、好開心咁樣生活。只不過古仔係需要起承轉合，而因為接下嚟嘅呢一件事，令到成個古仔、成段關係改變咗。Kelvin 呢有個習慣嘅，除咗划艇之外呢，就係中意喺朝頭早嘅時候帶住630一齊去跑步。不過 Evans 呢就唔中意幫630咧穿個狗帶，俾佢自由咁樣跑步。咁不過呢 Elizabeth 咧就覺得唔安全，怕佢會走失，所以就命令 Evans 之後每一次跑步咧都要幫630咧穿嗰條嘅狗帶。Evans 咧同樣地幫630咧穿咗條狗帶，出門去跑步。只不過嗰日咧咁啱就有架警車經過，而警笛聲咧就突然間響起。630咧因為佢受過爆炸訓練嘅陰影而被觸發，所以佢就突然間猛然定住唔喐，條狗帶咧就突然間變到超級緊，而拉住狗帶嘅 Kelvin 咧就因為呢個突然間急停嘅拉扯咧，令到佢失平衡跌咗喺馬路上面，而警車咧就剎唔切掣撞咗落去。Kelvin Evans 呢個年代最出名又有才華嘅化學家，就喺一個咁普通嘅早上、咁普通嘅道路上面離世。而630咧目睹咗成個過程，而因為呢隻狗狗其實好聰明啦，所以咧從此之後佢就有一個諗法，就係佢害死咗自己嘅主人。
得知咗呢個消息之後 ，Elizabeth 成個人嘅世界都塌咗落嚟。喺你覺得 Elizabeth 好慘嘅時候，命運就好似同佢開玩笑咁樣，仲有另一樣嘢等緊佢。喺 Calvin 離世之後嘅幾個禮拜 ，Elizabeth Zott 發現自己懷孕。Hastings 嘅研究所用最快嘅速度就將佢炒咗魷魚。佢失去咗工作嘅同時佢嘅上司 Donati 做咗一件事，就係將佢多年嘅生命研究嘅結果拎走咗，用自己嘅名去發佈。你諗下，短短幾個月嘅時候，佢失去咗自己嘅愛人，未婚懷孕，失去咗工作，仲要佢嘅努力研究俾人哋偷咗添。如果係其他人嘅話，應該從此嘅人生就沉咗落去。不過 Elizabeth 決定唔放棄，佢做咗啲咩呢？首先，佢將屋企嘅廚房一手改裝成為實驗室，有一啲嘅離心機、燒杯、實驗記錄冊，全部都搬翻屋企度。日頭佢就喺佢嘅屋企實驗室入邊做研究，接一啲同事偷偷地俾佢嘅 freelance， 去幫佢哋做一啲分析工作去換錢。攰嘅話就喺屋企嗰一架嘅蛙艇機上面去休息。佢用咗一個科學家思維嘅方式去安慰自己。佢話實驗失敗唔代表實驗結束。喺不久嘅將來，佢嘅女出咗世，改名叫做 Madeleine， 花名叫 Mad。呢個小朋友當然係遺傳咗父母非常之聰明嘅基因，幾歲就已經開始識得睇大型嘅書籍。不過作為一個單親媽媽，亦都冇一個好穩定嘅工作，所以當時佢有一個鄰居太太叫做 Harriet， 就主動過嚟幫 Elizabeth 去湊小朋友。Harriet 一個喺糟糕婚姻入邊嘅女人，同埋呢個單親媽媽就從此成為盟友。日子一日一日咁過，直到咗 Madeleine 返學嘅時候，發生咗一樣嘢。喺 Madeleine 開始返學之後Elizabeth 每一日都會幫佢準備便當。而搞笑嘅係每一日佢嘅便當都俾同一位女同學食咗。而偷食佢便當嘅同學仔叫做 Amanda Pine， 佢唔係一個壞嘅小朋友，純粹係因為 Elizabeth 整嘅便當實在係太好食啦。畢竟呢個便當係由化學家悉心安排營養嘅一個便當。咁當然啦 ，Elizabeth 係知道咗之後，梗係會好嬲啦。所以有一日佢就直接衝咗去 Amanda 爸爸公司度理論。而咁啱Amanda 爸爸就係 Walter Pine， 係當地電視台嘅節目製作人。然之後就出現咗呢本書入邊其中一個最奇怪嘅畫面。咁啱佢電視台嘅下午當時缺乏一個烹飪節目，而佢就有一個直覺，佢嘅身上有一種令人目不轉睛嘅力量，所以佢就邀請佢成為呢個烹飪節目嘅女主持人。當時Elizabeth 係拒絕嘅，但係當佢望下自己嘅銀行存款，再望下佢嘅女，佢就覺得可能都係需要做呢份工。於是乎佢就答應咗啦。當然啦，請咗佢返嚟之後其他電視台入邊工作嘅員工係 O 晒嘴嘅，因為佢唔係一個會笑、好 cheerful、好開心嗰種嘅主持人。佢係一位之前冇任何經驗而且好嚴肅嘅科學家。電視台需要佢着緊身裙嘅時候，佢就拒絕。佢話佢需要着白袍。要佢讀提詞卡上面嘅嗰啲可愛台詞嘅時候佢又拒絕咗。佢直接將嗰啲台詞卡掉走咗。然後佢就話啦：我講到要笑嘅地方就會笑，其他時候我唔會。電視台啲高層簡直係俾佢激到扎扎跳啊！仲威脅要將呢個節目鏟走去。只不過佢對住鏡頭面前做嘅嘢改變咗一切。佢喺節目度唔表演，佢教。佢將每一道菜都當成係化學堂，認真咁解釋點解麵包會發酵，點解肉要先煎再燜。最關鍵嘅係佢嘅態度。全世界嘅下午節目都將家庭主婦係當嗰啲傻仔咁樣喺度氹，得佢當觀眾係有腦有能力被大材小用嘅成年人。於是乎節目爆紅，紅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全國嘅家庭主婦會嗱嗱聲做晒嗰一日要做嘅家務，就係想準時可以收睇呢一個節目。因為對呢班電視機前嘅家庭主婦嚟講，呢個唔會笑嘅女主持人反而係最尊重佢哋嘅一位。喺節目有一個觀眾問答時間嘅，其中一位家庭主婦就舉咗手，就同阿 Elizabeth 講：我其實一直都係想做心臟外科醫生嘅。全場安靜，安靜到有蚊飛過都聽到。因為喺60年代嘅時候，一個中年嘅家庭主婦講話我想成為一個外科醫生嘅時候，大家就好似覺得係天方夜譚，簡直係個笑話。咁但係 Elizabeth 不但止冇笑，佢仲好認真咁樣回答呢一位家庭主婦嘅問題。佢好認真咁望住佢，同佢開始討論，唔係嗰啲你好勇敢啊嗰啲空洞嘅鼓勵，而係具體咁樣同佢講，
如果你想申請醫學院嘅話，你需要讀啲乜嘢，學啲乜嘢，應該揾邊個，先收一啲乜嘢嘅課堂。佢用行動向所有嘅觀眾證明，每一個夢想都可以被人認真對待。表面上喺度教緊煮飯，但係背後其實 Elizabeth 喺度傳達緊一個訊息，就係你嘅能力遠遠不止於此。嗱，故事講到呢度呢，仲有一個神秘人物嘅出現。呢個人呢叫做 Parker。Madeline 呢喺返學嘅時候呢，有一份功課呢，就係要佢畫 family tree 家族譜。咁但係對於一個呢從來冇見過自己爸爸嘅小朋友嚟講呢，呢份功課簡直係難過登天。於是乎呢，佢就決定做一個小偵探，去查出呢究竟佢爸爸係邊位。估唔到嘅係呢，好快就 Madeline 呢揾到一個線人，就係佢爸爸生前嘅一位筆友，係一位牧師。佢哋一路喺度討論，一路挖掘嘅時候呢，發現 Calvin 呢，佢其實呢喺童年嘅時候呢，出自一間男童孤兒院。Calvin 呢由細就俾人話呢，佢嘅爸爸媽媽都離世，冇人要佢，所以佢要入住孤兒院。所以佢嘅孤僻唔係冇原因，係因為佢好怕世界上冇人要佢，佢亦都非常之害怕失去，所以解釋咗點解佢遇上咗 Elizabeth 之後會愛得咁深，抱得咁緊。只不過呢 Madeline 同埋 Wegley 喺翻查記錄嘅時候，發現孤兒院嘅講法其實係前後矛盾嘅。真相係其實 Calvin 嘅媽媽一直在世。Calvin 嘅媽媽呢年輕嘅時候未婚懷孕，所以俾屋企人呢強行送走咗呢個孩子，而佢呢就後悔咗一世人，用盡方法呢想去揾佢嘅仔。而孤兒院嘅主教呢，為咗繼續佢嘅捐款呢，就同佢講話小朋友呢已經病死咗啦。佢唔信，所以佢成世人呢就做咗一件事，就係設立一個基金會，用資助科學研究嘅方式去尋找據說非常之聰明有才華嘅科學年輕人。而呢個基金會嘅名就叫做 Parker 基金會，佢亦都係黑城研究所，即係 Elizabeth 同埋 Calvin 之前做緊嗰間嘅研究所背後嘅一位大金主。而佢指定資助嘅範疇就係一個冷門嘅範疇，就係生命起源研究，即係 Elizabeth 嘅研究範疇。Parker 全名係 Avery Parker。當時咧 Avery 透過一連串嘅翻查記錄咧，發現咗 Elizabeth 同埋 Madeline， 但係終於揾到佢哋嘅時候，Avery 就發現咧佢嘅仔 Calvin 已經離世，所以咧就決定咗去資助 Elizabeth 嘅一啲研究。雖然 Avery 錯過咗佢兒子嘅一生，但係佢揾到佢兒子一生心愛嘅女人，同埋揾到遺傳咗 Calvin 眼睛嘅孫女。故事嘅結局就係喺 Parker 基金會嘅支持之下咧，偷走研究成果嘅 Donati 咧就俾人踢出局，而 Elizabeth 咧就脫下主持人嘅身份，重新穿上咗佢嘅白袍，以研究主管嘅身份翻返去 Hastings。而呢一次實驗室門口掛上嘅名字就係佢自己嘅名 Zot。一個由性侵到變成未婚懷孕，到成為單身媽媽、主持人，兜兜轉轉，最後都係用得翻自己嘅名回到起點，翻返去做一位科學家。故事就講完啦，不過我都想分享下呢本書嘅作家 Bonnie， 其實佢喺出品呢個作品之前呢，俾人足拒絕咗98次先至成功出版。而佢第一次出版嘅呢個作品呢，就即刻拎咗 Goodreads 嘅 The Book of the Decade 同埋最佳新人獎嘅獎項。只不過越出名嘅嘢就越多焦點，有好多人呢，其實都好批評呢本書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作者喺寫呢本書嘅時候呢，就好似刻畫到嗰個年代呢嘅家庭主婦都係好蠢啦、好天真啦，或者好刻薄，淨係得書入邊嘅呢個主角 Elizabeth 呢係聰明嘅，所以有啲人呢就對呢一樣嘢係好反感。而亦都有一啲嘅 comment 呢就係話呢本書呢嘅化學歷史呢並唔真實啦，好多嘢呢都係寫錯咗啦。咁我個人呢就覺得呢唔需要太認真，當佢係一本小說咁睇就 OK 啦。我喺呢本書最後最大嘅得着呢，就係我覺得人嘅嗰個才華呢係唔應該要俾性別去定型嘅，所有嘅才華呢都係值得去散發光芒嘅。好啦，嚟到最後，大家或者大家身邊有冇啲人都有一啲好特別嘅轉行經歷呢？就好似呢本書入邊嘅主角，由一位化學家變成一位主持人，然之後又變翻化學家呢？如果有嘅話，可唔可以喺留言度分享俾我聽？又或者大家睇完或者聽完呢本書有啲乜嘢睇法呢？喺今日呢條片結束之前呢，我想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我嘅影片，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會繼續努力咁樣分享更多好嘢俾大家。中意嘅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咁就可以兩個地方一齊支持我。好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